在个新闻继续来关心有关诈骗的消息，被骗出国的人是愈来愈多。因过内行人讲，有人明明知影讲伫出国进前就知影要去当地做非法的工作，后来因为业绩不好反悔，倒来台湾，结果是被害人。资深的刑警就讲，因为这个人并不是伫台湾犯罪，想要调查因的犯罪行为，来甲以上真困难。 放伫柬埔寨生活的相片，叫大家做伙谈、做伙耍。破美式的相片，各讲公司换单人房，真疼员工。看起来过了真好，上尾煞拢无消息，死伫异乡。一直有出国的诈骗案，一部分幸运的人顺利走倒来台湾。不过知情人士就讲，有的被害人根本就无单纯，一开始咧找头路的时，就已经知影要出国加入诈骗集团。进行他们的诈骗，但是可能没有达到他们的效果。当下也许他就反悔了。 他想办法逃回来之后，他可能隐身变成是一个被害人，他编一个故事，他是被某某某怎么样高薪利诱骗过去。这些人不会讲实话的，这是在他们心中的一个秘密。若是伫柬埔寨针对无共国家的人进行诈骗，后来搁倒来台湾无承认犯行，伊的犯罪事实就真歹调查，而且搁需要哄骗的外国人提证据来指证，真正真歹定罪。因为我们国家跟柬埔寨没有邦交，因此也没有共打协定。 很难厘清这个事实，那这些人基本上拿他们也没辙，就只能当成是单纯的受害者，成了漏网之鱼。到底有偌侪人咧弄法律的空棒，实在唔知影。不过国际救援组织批评安尼根本是咧偷窃资源，嘛互因感觉真刺心。 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